欢迎收看《台湾商界》，我是阿明。来看到已经热人啊，全球武汉肺炎疫情要是严峻啦吼。咱讲即阵全球是将近1200万人来确诊。来看到即阵疫情上严重的这个美国哦，因这个部分来到300万例已经突破了吼。5日上悬也破6万人，是这个创新高。另外，咱要看到讲美国总统 Trump 批评中共防疫无够好啦吼。过去哦已经做一寡抵制这个措施，这款哦，咱在这个部分，咱嘛讲到。禁止这个抖音啊、吼 TikTok 这款这个中国这个 App 来做一款反制。另外来看到伊反制 WHO 是安怎做的？美国过去就咧话讲，已经要来退出 WHO， 这阵是正式来通知到联合国，伫咧2021年哦7月7日就正式有效力啦吼。不过咱讲到这个 Trump 总统大选的这个对手，这个 Joe Biden 伊是讲啥咧？伊若是选调任期第一天就要登去到 WHO， 这阵是变成美国政治攻防的一大重点。不过，其实来看到其他国家，咱讲全球疫情也是未消退啦吼。伫咧巴西遮吼，确诊目前已经是166万例，连总统哦 Jair Bolsonaro 嘛确诊武汉肺炎，并且咧，咱看到伊是拒绝来挂喙炎。若是讲到咱亚洲国家啦吼，日本遮将近是2万人来确诊哦。伫咧东京这个部分哦，疫情嘛是咧清悬。伫咧咱看到南韩遮嘛是共款14000多例，首都所遮嘛传出着群聚感染。咱看到香港遮吼，几日拢有确诊的这个病例，就专家怀疑讲已经是毋是出现第3波疫情啦吼。啊，回过头来看这个武汉肺炎这个起源地，就是中国遮啦吼。过去咱看1个月来吼，北京新发地市场拢有新增加病例，但是昨无新增加啦吼。但是咱嘛有听到这个专家指出讲，北京1000万人规模这个检测。也个是有疑虑啦吼，啊，这礼拜 WHO 是要派专家到中国来调查，但是差有也是差无，大家心内有数啦吼。咱若看到讲，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干事长吼谭德赛，伊是讲看到疫情排上山即阵哦，伊就讲啥？伊就讲早就警告过，这个病毒非常的这个危险啦吼，下责任下甲有影严重啦吼。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分析。先来邀请咱的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医师林应然。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台湾国际化学会副秘书长林定辉。大家好。第三咱邀请台北医学大学口腔医学院副院长陈立生。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咱讲全球疫情吼，将近1200多万例吼，全球疫情也是真这个严峻吼。不过咱台湾这阵吼也是袂歹啦吼，尤其咱讲这阵是剩4个人伫病院尔，这个表现安怎继续来维持？讲实，咱台湾实在是做了袂歹啦吼。咱当然，咱台湾过去有迄个 SARS 迄个经验伫的吼，因为咱较早死足侪人，足恐怖的，所以大家惊着，所以这回来呢，这个武汉肺炎来呢，大家就想讲这甲迄个顶回 SARS 共款。所以咱台湾有真严格，你看咱大家拢有洗手， OK， 有咧刮喙炎，真严格。你若有破病，一定爱去病院去管拖迄个叫做负压隔离病啊，迄个负压隔离，单一个人的病房，迄内面的空气是走袂出来。迄内面的空气一定爱过滤才会当走出来。所以咱台湾是严格咧对待这个病啦吼。当然台湾。好哩这个所在足侪外国是安怎会遐严重吼？甲几个原因有关系。你甲看美国，你看，甲看这巴西，你看因个总统连喙炎都无爱挂，拢无爱挂啦。拢个唔拿喙炎无爱挂，伊拢甲这个病当作讲迄小感冒尔，还有啥物大代志？哪有啥物大代志？你看我拢无代志。是。其实你看巴西总统即摆嘛对啊。都确诊啊。唔是无代志啦，是你无对，因为大家人咧保护你啦，因为别人拢离你远远，大家人拢挂喙炎，你袂对，是，别人会对啊，但是有一天你嘛对啊，因为你家己要封闭，你当然以后会对啊，你这个传染性足强的嘛，是，所以这个我看这个做总统的人，你家己就对待这个病吼，无遐认真咧甲对待，甲伤看轻。所以伊人民，你看死也死，当病也当病，是，你看有诶蒙阿波的，我无够通带死的人，你看，所以我感觉这个病吼，讲实在，目前就是因为无药通医，无医风险通治，这是遮严重。当然，伊毋是讲对大家人拢遐严重是无毋对，但是你若讲吼，你较老的啦，你有本身有病的人啦，你对了，你做者死的就死啊！你看全世界即摆死的。
我看算100万，敢若美国就死，敢若50万人啊！你想？有影啦，毋过咱讲吼，过去较官方的时阵吼，这个低收率差不多是7%啦吼，即阵是4%至5%。其实吼，这个陈时中部长伊做指挥官的这个中心，这个指挥官啦吼，其实伊嘛讲到这个低收率这个部分啊。另外，咱嘛关心到吼，其实这个全球的这个疫情遐尼啊严重的台湾的这部分，安怎来防守吼？先做回来听。致死率也持续的稍微降，好，现在大概4%多嘛，哈，4.5%左右，好，从高峰的时候接近7%，一直到现在也是稍微降下来。不过传播的速度，哈，跟它的一个涵盖的范围，哈，似乎都没有减缓的一个趋向。好，所以大家还是要履行我们的防疫新生活。假设这个位同学我们认定他是阳性的话，就跟我们前面的曾经有11个国内的个案，不知道它的来源到底哪里，我们追踪后来也都追不到。那其他的11个个案，当然或多或少有传给其他的人，可是这个日本女同学，她基本上也没有传给任何其他的人哈。日本女学生是不是伪阳性哈？这个我们也没办法完全排除了。其实咱继续要来请教咱的这个嘛是公卫专家吼，尤其嘛是这个咱陈时中部长吼，过去这个起考的这个医学院啦吼，咱继续请教副院长吼，咱讲即阵是致死率吼较降4至4.5%啦吼，甲过去7%当然袂当去比啦吼，但是咱嘛讲到，伫咧台湾是毋是真正也有这个社区感染？咱头仔听到这个张上顺吼，这个嘛是这个伊的这个专家有讲到，就是讲日本这个留学生。登去伫台湾留学生吼，登去到日本，尾啊吼去互确诊到是这个伪阳性啊，嘛是有阳性，但是伊这病毒较低啦吼，但是伊也是有这个去做主要这个检验了后，咱讲100几个啦吼，拢是这个阴性，抗体拢是阴性的，这代表什么？台湾也阁有这个社区感染吗？我想社区感染，你若讲要用这个讲法吼，大家拢会惊啦吼，但是我想讲。大家应该莫遮惊，莫遮惊吓，因为这个病毒，会传染出去吼，伊一定爱饲到一个程度。OK， 哦，这伊才有够力会传出去。咱看即摆真侪，即摆可能在社区可能是有，哦，但是大部分应该是拢是无症头的。哦，无症头是毋是会去传染？这个大家讲。无做了解，无清楚。不过伫咧台湾，确实是无病例。OK， 所以咱若讲社区无症头的，有一寡可能是有感染过。大家莫遮惊吓。另外是即个病毒伫咧台湾饲袂起来，目前为止，所以咱未看到足严重的即种病例一直走出来。这是。我想讲，甲大家解说，讲互清楚。然后讲要详细知影讲是毋是有即种社区感染吼，咱也是爱看咱来做调查，做即种检验，看有抗体无，看有感染过无，这是一个方法啦。是。但是要做无爱做，即马就是讲看咱疫情是毋是到即个会爆发的程度但是即马看起来。足侪讲已经无病例啦，大家嘛放心。是。即马就是看讲，未来即个要开放的时阵，咱是安怎去处理吼，来对别个国家转来人吼，要安怎来做即种检验，还是要来做即种预防的方法？咱再来讨论讲要安怎来开放，要安怎来好来做这种检验啦、检测吼，就是看讲这个未来这个疫情的这个趋势吼，到底是吼有欠管还是无吼？但是咱嘛其实来看到讲台吼公卫学院啊吼继续去做啊，其实因选择的这个所在就是中华遮吼，想先经中华咧。因为中华卫生单位愿意要安尼做足侪县市的迄个卫生局局长啦、市长。较无啥愿意安尼做，因为你来检验，万一讲足侪人有对了，大家都恐怖，大家都足恐怖的，大家惊嘛。其实这是讲实在，台湾是无讲足认真咧做这个社区的检验啦。那迄个你看中国啦、美国，你看像美国，你美国你想讲伊看死遐侪人，讲遐侪人对，
其实伊免费咧检查，你车驶伊就甲伊检查，韩国嘛是安尼，你车驶公园边内迄个运动场伊就底下就甲伊检查，就甲伊检查。小改过这个 drive through 啦吼，得来速的这个方式去做检查呢。所以我感觉讲台湾是不是社区的这个感染哦，应该是看中华这个检验了吼，看安怎较来讲啦。差不多8月到9月可能这个结果讲安尼啦吼，啊，当然这个问题搁一个问题伫个，因为最近有一个研究讲吼，你得了，你体内抗体吼，敢若差不多会当差不多维持2-3个月尔。OK。啊，万一中华这些人若是过去检查，跟怎啊佫验袂到啊，有可能嘛袂当讲伊已经无感染着啦。当然你若讲即摆台湾无疫情，有可能2-3个月前感染着，你即摆甲体会可能嘛验无物件，有可能嘛验无物件啦。所以有时间上的这个对啦，有哪有时间上的问题？但是我想应该加减啊，若讲抗体较少，但若你讲你的检验真敏感来讲，你来验一块小块，你就当讲伊有安尼当了解讲台湾到底有社区的感染无啦。OK， 所以咱讲到吼，头拄仔这个医师讲到美国啦吼，现在即阵有300多万例啦吼，因为这个检验的这个能量吼嘛是有啦吼，但是为什么即阵会遐尔严重？可能甲过去这个咱讲伫1个月内吼，有真济这示威活动，吼，迄当阵上街头可能嘛有关系啦吼，但是即阵歹收煞煞变成吼一个政治攻防哦，美国政治内吼一大这个对抗啦吼，咱先做来看。Also understanding the dose of the virus that is needed, in particular in this route of transmission that is the aerosol or airborne transmission. So these are fields of research that are really growing and for which there is some evidence emerging but is not definitive. 对疫情发生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坚持新冠病毒是透过烂手传播。4月初要到32个200外科学家写公开批讲，世界卫生组织看见新冠病毒伫咧空气传播的可能性，要求修改防疫指导。3个月了后，世卫专家总算解喙讲，病毒可能会透过空气传播，而且警告致病人数、成长速度也搁伫咧变紧，全世界疫情还未达到上悬的所在。另外，世卫专家群会伫咧拜6礼拜去中国调查新冠病毒的动物来源，还搁有追踪病毒对动物转移到人体的途径。伊向不满世卫组织啊，还有美国总统川普4月份以来，已经侪届公开批评世卫亲中，呛声讲要退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民主党议员梅南德兹初一发推文指出，美国已经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国务院嘛证实退出通知已经寄予联合国的秘书长，啊，毋过爱明年7月初6才有效。但是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就随普文呛讲，若是伊当选，上任的头一天就要随重新加入去世卫组织。美国有40州的确诊人数继续伫咧增加，其中德州、亚利桑那州甲加州的住院人数创新高。德州的住院患者要甲8700人，病床的使用率是要甲9成。前一天才传出川普要甲加拿上远距离课程的国际学生赶出境，这次川普搁一届无顾疫情，表示讲会压迫学校伫咧今年秋季时阵重新开放。Schools are going to be open. We don't want people to make political statements or do it for political reasons. So we're very much going to put pressure on governors and everybody else to open the schools, to get them open. 嘛表示武汉肺炎敢若是小感冒的巴西总统波索纳洛传出讲要烧到38度，经过检测了后确诊。受访的时阵，伊搁甲喙炎摕落来，向记者证明讲家己搁真勇敢，而且搁讲假的话。Gente ter morrido em casa porque não vai ao hospital buscar o tratamento com medo do vírus. Então, o número de óbitos tem aumentado muito por outras causas, não pelo vírus, mas sim pelo medo do vírus. O pânico também mata. 波索纳洛无感觉巴西医疗体系出问题，认为讲是民众无愿意去互医生看，才会治病伫咧厝里死去。记者综合报道。现在看到吼，美国国务院已经讲哦，这通知批已经寄到联合国去啊吼，一当了后就要正式来退出到世界卫生组织 WHO 啦吼。先来看到咱所经历的一张图表啦吼，带大家做伙来看，就讲国会头拄仔已经收到啦吼，伫咧疫情大流行的这个期间，这个总统已经正式和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咱头拄讲到2021年7月初6都要正式来退出，但是这个声音拢走出来吼，因为有人讲吼，美国是世界卫生组织上大这个关注的这个对象啊吼。
去年会费然后加上捐款差不多都占 WHO 的这个捐款15%。另外，咱们看到这个 Edinburgh 的这个大学的这个学者嘛，表示讲美国退出掉 WHO 会影响到其他疾病的这个应对啦吼。咱讲可能这个小儿麻痹啊，即这个镜头拢会佫出现。另外，咱们看到美国参议院这个参议员这个 Alexander 伊是表示讲美国退出 WHO 会影响到这个新冠疫苗这个研发其他国家来合作来阻挡病毒，可能都会受到影响。继续，咱要来请教咱的这个教授啦其实咱看到这个美国这个动作你安怎看啦？就是讲有人讲这是可能美国国内要做选举所以 Trump 先画咧啦对抗中国是一张牌啦骂世界卫生组织嘛是一张牌啦你安怎看咧？咱知影讲美国今年11月3号要选举嘛总统选举佮国会选举所以 Trump 这届选举因为这届肺炎甲乌人的问题所以伊的民调即摆已经拢是差Joe Biden差不多10几%以上所以如果咱要翻盘其实无简单啦对伊来讲无简单啦所以即摆伊就变做讲这肺炎是到底是安怎发生的伊爱要找一个迄个源头嘛，这源头就是 WHO 甲中国嘛所以变做讲伊即摆对 WHO 下手这个时间其实有当时你甲看一下讲，如果若要退出 WHO， 应该就是马上就退出 WHO。那你选举了，那你选举了，变做每年1年了再来退出。脱离这 WHO 而且过来看 WHO 内底条款伊的组织法内底并无所谓退出的这个条款所以有当时来讲，这是算假算真的这就是问题Joe Biden 是讲我第一天若调，我第一天都袂登来 WHO 其实咱已经看到共和党甲迄个民主党的伊的迄种的处理外交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是无共款的因为 Trump 伊上台了就开始要处理用双边的方式去处理物件，伊认为讲这个国际平台是无效的，因为我若这去内底甲你这中国那算也是讲甲其他国家算其实因为大个国家拢有投票权嘛所以变做讲伊缓不济急John Biden 伊这种的是民主党的，伊就认为讲我要登去这个多边的国际组织内底来这个用这个平台，所以你看 Trump 就简单的嘛，不止 WHO。WTO 嘛是安尼，WTO 伊 Trump 就讲，内底伊中国用反倾销、这 anti-dumping 这代志，我袂使跟你算这物件，我直接用双边的跟你对话因为各个击破嘛，了我要求你要甲我买什么物件，安尼较紧啦如果若要讲依照法律诉讼，也是讲依照足侪程序的这 WTO 的程序其实讲起来缓不济急对伊来讲，差不多3、4年了，伊可能就毋是总统所以拜登因这边的民主党的做法就是讲，会登去这个国际组织内底去处理这代志。那川普是讲我甲你两个来对呛安尼看安怎处理这代志所以这两个方法是无共款的但是伊的目标拢是共款的。两个目标拢是共款的目标处理的这个方式无共款。对中国也是讲对这国际组织因为伊认为讲国际组织爱改革，但是要安怎改革？因两边有无共款的方法。是有影啦所以咱看到这个 Trump 过去。这个商人的这个个性也好啦，工人的这个个性也好啦，拢是影响到伊政治上处理的这个问题咱嘛来看讲美国各界也是讲这个全球安怎来看讲美国要来退出 WHO 啦咱嘛有整理到一张图表，先带大家做伙来看。咱已经有讲过啦Joe Biden 讲伊若是做总统的迄一天，伊就要等加入 WHO 恢复伫世界舞台顶的这个领导地位啦毋过过去嘛有人讲美国是毋是要创一个新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共款的这个卫生组织啦咱嘛看到讲这个众议院的这个议长Nancy Pelosi 伊是讲正百万条这个性命拢伫咧风险之内 ，Trump 却互全球抗疫继续咧摆卡啦那么讲这个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这个 Robert Menendez 伊是讲这个做法无法度保护美国民众这个性命甲利益啦会致使美国更加孤独啦另外，咱嘛看到共和党的联邦参议员 Rick Scott， 伊是讲美国未开任何这个纳税人的这个1仙钱啦来支持替中国暗砍疫情的这个部分对美国人上大的利益拢无帮助的这个组织啦所以咱能看到民主党甲共和党立场拢无共款啦嘛来看到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科的这个学家啦咱看到伊讲啥咧？伊讲
美国退出 WHO 嘛是家己一个人咧退出啦吼，未引起到咱讲的这个 butterfly effect 啦吼，真正会影响到 butterfly effect， 咱先搁请教咱的医师啦吼。这个美国安尼退出，其实咱看到欧洲可能嘛无安尼同意啦吼，尤其德国这个部分，咱讲吼，德国也搁有这个总理Merkel 啦吼，梅克尔。伊其实对于这个中国吼，我那支持啦吼，看到美国要退出 WHO， 伊改成嘛无同意。对啦，这个蝴蝶的效应吼，讲实在就是安尼啦，一个蝴蝶伫一个南美洲讲是啦，会来讲伫一个所在，另外地球一个所在，讲会做一个风台同款啦。这个一个小可代志影响足大的代志出来啦吼。当然美国其实美国是强国啦，医学伊上强。OK， 你看。诺贝尔，你看诺贝尔奖，迄个得奖的人，什么人上济？美国上济。所以伊遐伊做发达的啦。讲实，伊今仔若讲退出 WHO， 伊无啥物问题啦。讲实，你这世界一寡研究，伊嘛法度收，伊嘛当收集，伊嘛当了解啊。这世界这个物件，伊无法度讲，伊虽然是退出，但是伊也当，毋是像讲台湾有，但是咱疫情咱无法度去了解到别国发生啥物代志，咱无法度，咱是小国。是。所以美国伊要退出，伊若讲要摕遐关注迄个 WHO 的钱，佮成立一个另外卫生的组织，这嘛毋是无可能的代志啦。你看，讲实在，你讲你 WHO， 哪有咧欠你一个美国？你若讲，无你中国收美国管的钱，你中国出得啊嘛？你中国都晓钱咧，你叫伊出得啊？伊若要做老大，就是管钱啦。当然是讲实在，当然这疫情吼是世界性的。讲实在，你讲退出来讲，都也毋是做好的代志，因为病毒你看传染全世界，你看对一个中国一个武汉的一个小所在，传到全世界，所以病毒毋是讲跟恁一个国家讲，我安尼收家己一个收拾封，迄个边境甲封开就拢解决去啊。飞机咧走，船啊咧走，物件咧送来送去，你当然大家拢会互相传染着啦。当然世界内当做伙合作是上好的代志啊。你若是讲要讲疫苗啦，这什么？这个基用下，伊研究，刚才美国伊一个我做研究啊，伊根本无需要别国家支持，伊我都做研究，毋是讲像台湾讲安尼，你找要几个千人试验，你都找无人啊。你讲美国若真正要研究，伊一样我都研究啊。我相信，那美国讲要退出哦，损失的 WHO 较大咧啦。损失的伊较大。我感觉伊较大啦。你讲美国，你一寡迄个医学的一寡研究，因也无都知影，这发表论文，医学西医就是。物件发表论文就拢会当了解啊！咱伫台湾，咱虽然无参加 WHO， 是，咱足侪外国咧做啥物研究，咱嘛是拢了解啊，咱嘛是拢知影啊。这个较慢一点点嘛，较慢。医学的趋势也是对着啦吼。对，美国是世界上强的医学，你看我讲诺贝尔，你看迄得奖的人，什么人上？医学奖上侪嘛是美国啊。是，有影啦吼。咱继续先来个请教副议长啦吼。其实咱嘛讲着吼，美国这回来退出 WHO， 对全球的控制这个疫情的这个能力吼，可能力头会个落出落来。咱嘛讲着吼，真济这个未来这个预防性也好，也是讲对这个边境的这个管理，可能嘛出问题嘛。是啊，因为拄啊林书记讲过，就是这个是全球。这世界性的问题啊，吼，你袂当讲，干那顾你家己，哦，别个拢无爱顾，因为我是认为伊安尼讲，当然，是为着选举啦，OK，因为即马疫情嘛无法度控制，等到讲党那为高党那是讲，伊要怪中国，是毋是？伊先家己做好，讲我的疫情我先甲控制好，是，我再来怪相，但是即马毋是嘛吼，伊即马就是讲拢是对头，就是你害我即马变安尼啊，但是嘛真侪国家像台湾咧控制也做好的啊，像欧洲即马拢控制也袂歹，所以这是做会到代志，毋是做袂到代志，咱即马就是讲，伊即马讲这个话，我是感觉讲这是一个选举的做法啦，就是讲一开始吼，可能真正是受到疫情中国安尼传过来这个病毒的这个影响，但是吼，我若是讲自1月开始，吼，豆好你家在拢有甲做起来，就疫情袂拖甲遐尔严重。咱讲美国即阵是突破到300万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美国哦，侪州的这个做法拢无共款，尤其这个解封的这个速度吼。逐州拢有逐州的这个做法啦吼，咱搁先搁请副议长啦吼，逐州咧做解封的时阵，咱才看到这个疫情搁爬起哩。是啊，我是感觉因即马就是有几啊问题是讲，伊即马就是解封了伤过早。
所以伊为着经济啦，吼，但是伊无解放嘛袂使，因为即马因这美国就是真济国家伤大，哦，伊要控制这各州的做法佫无共款，伊即马做歹控制这物件，是，吼啊，即马就是伊即马要做像传染病这种物件，一定爱像讲咱即马像台湾安尼，会当去控制了，当时即个病例是安怎传的，安怎传的。伊会当去控制这物件，伊若无控制，就会造成即摆的大流行，即摆问题。啊，搁一个是因为伊咧，莫想讲美国大，但是伊民众的即个知识，毋是讲拢像台湾安尼，真平均啦吼，平均嘿，啊，大家拢做迄落做要紧的。啊，因这民众的知识无对起来，是。有诶物件，伊根本就无要插你嘛吼，你讲喙安嘛，伊嘛无要用。是。你若政府无一个法律，也是讲要有一个即个管制，伊就无爱插你吼。像即个Arizona 也是即种佛罗里达吼，伊无管制即个喙安的即个物件，所以民众就无要照起工嘛吼。所以即个物件就是你无照即个洗手、挂嘴安，即摆无有意的状况来，一定是会即个袂煞啦，病情袂收煞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即个美国疫情吼，影响到即阵，咱讲即摆是全世界第一啦吼。迄当阵咱看到 Trump 也讲伫咧迄上早迄个阵的时阵吼，也讲遮个人要送倒去美国，大家要有印象啦吼。讲毋好凊彩甲我送倒来，但是伊无想到讲真济。即个坐飞行机的即个边境的管理无好势，病情就开始传起嚟吼。那么佫影响到即阵吼，伊佫讲到可能秋天的时阵，学校全部要来关起来吼，这嘛影响真大。尤其对着吼外国学生，咱嘛有做一张图啦吼，要来带大家先做来看。就是讲吼，美国伫咧即阵吼，移民局加严吼，较严格啦吼，严格伫倒位？伫咧伊的留学签证吼，伫咧 Visa。咧申请遐啦吼，咱来看到讲吼，即个签证的即个部分吼，已经停发啦吼，受到影响的有即阵也伫美国的即个学生啦吼，你若是即阵吼伫美国的学生，你有摕到移民的即个签证吼，你若是伫网络读册上课的，你就爱离境哦，无爱离境有啥物方式咧？你就会当转学来去实体会当上课，就是咱讲 face to face， 会当甲老师小见面的即个方式。你就会当合法留伫咧美国啦吼，新年度咱讲吼已经无要发即个学生签证，若是讲你伫美国已经咧上即个 face to face 面对面的即个课程，你嘛有即个签证上济啦吼，你敢若当申请进门即个网络线顶的即个课程吼，则是即个3学分尔哦。另外就是讲有网络的课程，也有 face to face 即个面对面甲老师做直接的即个课程，吼，你若有签证。加会当佫加选一门，也是讲3学分，即个线顶的即个课程啦吼，选修也是讲学校你必须要有即个证明啦吼。对真侪留学生来讲，也是讲吼，即个签证发的即个部分嘛加较力头，加较足啊吼。所以咱要继续来请教咱即个秘书长啦吼。这会对即个美国吼，大家过去拢留学吼，第一选择有可能是美国啦吼，这造成什么影响无？当然，即个肺炎就影响到大家生活嘛吼，这读册的代志就是一个足大的影响啊吼，因为我身躯边足侪朋友的吼，因去美国要读册吼，也是讲要读博士的吼，基本上即摆拢受到影响啊吼。另外就是讲，因为我会记得我2月的时阵，我有去Australia 搁一抓吼，迄阵Australia ANU 吼。因即摆迄阵开始就甲中国的班机已经拢停掉啊吼，所以有 ANU 内底竟然有一半的学生是中国学生吼。比如说讲中国学生无法度转来伊学校，无法度开学吼。所以变做讲因对这国家的影响，因为过去吼，足侪中国学生拢去这学校无得关机，无得交学费吼，或者学校有法度生存落吼。但是即摆可能吼，即个代志可能对美国来讲，对西方国家来讲，直接就足大的影响吼。
啊，过来就影响到川普的选情啊嘛， OK 所以这代志就是哎一个搁一个拖落安尼，啊，所以你看，移民问题啊，这乌人的问题，啊，语言的问题，啊，这种经济问题，这就是其实这就是经济问题，哦，啊，这经济问题绝对就影响伊即届的选举啊，所以想到即届选举如果若无意外吼，伊无法度扭起来的原因就是伫安尼啊吼，啊，所以即摆才有人讲，啊，如果川普伊内政无法度扭起来，是毋是外交的部分伊就开始要用硬的代志吼，硬的手腕吼来对付中国啊，对付其他国家，所以你看讲最近就派两架航空母舰伫这附近的演习哦，这甲伊这关系是有关系啊。OK， 所以这个外交吼，内政共款啊，甲过去咱咧讨论习近平共款啊，这内政无好的时阵，我就伫外口吼，乌北部吼来，这个转移焦点一下啦吼。所以这个美国川普嘛，学着习近平这招啦吼。其实咱嘛来看到讲吼，啊，对这个美国这个部分啊，遮尔严峻吼，影响到这个学生的这个签证，影响到这个经济啦吼。其实咱看到美国过去有一阵仔是落出来哦，但是即阵佫爬起来吼。有啥物会当提醒替咱美国的这个台湾的朋友无？其实吼，我较早捌甲迄美国人伫用迄个电脑啊视讯吼，伫联络。因讲因喙炎吼，足一下是无啥要挂。因过去讲实在，因过去的教育就是讲有破病人挂喙炎，无破病人毋免挂喙炎。啊，所以你若挂喙炎，人来讲，哎，即个人破病，啊，无要毋敢含你做伙，啊，想讲啊，伊讲要含你做伙，伊讲你即个人破，你哪会使出来？你爱家带厝里，对啊，你哪会使出门？啊，所以因变做大家都毋敢挂喙炎，啊，毋敢喙炎的结果就是大家互相传染，愈来愈厉害嘛。啊，佮讲美国吼，讲实在新自由的国家啦吼，因人民吼，讲实在大家自由惯势啊。你讲要强制挂喙炎，有大家也无对着都唔知死啦。这个川普嘛真蛮皮啦，甲这个6月吼，这要挂啦吼。甲这巴西总统共款啦，因这吼就是无对着都唔知影讲这严重性是安怎啦吼。啊，讲实在。你若讲对头开始就挂喙炎来讲吼，你挂喙炎，你毋免保持社交的距离啊。你何必着为着讲无爱挂喙炎，叫大家讲维持讲1.5公尺，吼，还是讲伫外口袂使有台只徛足远的。你大家挂喙炎，你面对面嘛袂影响着。你看，人有一个研究讲啊，双方拢挂喙炎。你即个迄个传染性吼，减少无100倍以上。尤其这个 WHO 一个讲吼，这个空气传播嘛是一个重点嘛。对啊，啊你有挂喙炎，我有挂喙炎，你空气传染嘛好啦，啊你讲你喙暖拖来传染嘛好，拢会减少足济嘛。你病毒散袂出来，啊袂入去另外一个人的所在，所以互相传染就减少啊嘛。是。我若讲实在，我若是做总统，我讲叫大家拢挂喙炎，啊毋免保持社交的距离嘛，较无要紧啦。较无要紧吼。对啊，嘛无要紧啊，啊你何必就讲？对啊，扎起来啦。啊，伊即马甲社交距离吼，做了讲比挂喙炎较谨慎、较严重啊。伊即个讲一定爱保持社交距离，啊你毋免挂喙炎嘛无要紧，啊何必就安尼咧？你互大家拢挂喙炎，啊莫保持社交距离嘛无要紧嘛。相信即阵这个美国喙炎的量应该是有够啦吼，这个咱过去已经啊即阵咱讲美国吼嘛，甲咱买真济啦吼。这趁钱的生意无人要做的，无人讲无要做的。对啊，只是有要挂无要挂。有啦，我相信喙炎，但是伊毋敢挂，就是讲较早过去来讲，伊毋敢挂，因为挂了就讲你即个是破病啦。是。啊，所以因即个观念无改啦。啊，咱讲实在啊，袂当讲怪，因为因无像咱过去有 SARS 的经验嘛。讲实在，以 SARS 进前。你看连医生嘛无咧挂，有当时做者医生嘛无咧挂喙炎嘛。是。啊，是SARS了，足侪人真正拢有咧挂喙炎，即个观念有咧改啦。啊，美国若经过即个经验了，我相信后回若佫有一遍佫流行来，因大家拢挂喙炎嘛。OK。因病院开始对，因病院的医护人员开始拢有挂啦。啊，但是是讲一般的人民无咧挂，这是问题就是这样。这个观念爱彻底来改变啦吼。不过咱嘛讲到吼，即回咱讲武汉肺炎啊起源地吼，有人讲是这个武汉嘛吼。啊，但是即阵吼，伫咧过去1个月内底，大家讨论上济就是北京新发地这个市场啦吼。啊，即回咱嘛看到讲过去1个月来拢有这个增加这病例，但是昨因公布是零确诊。不过我看到这个 BBC 哦，一个报道就写讲吼，这个1000万人伫咧北京做这个大规模的这个体检吼，其实也有这个疑虑存在啦吼。这意思安怎看？这病毒无可能安尼就消失去啦。讲实在，伊会秘在你的身躯，等待你抵抗力较弱迄阵，伊佫走出来。OK。你看足侪病就是啊，你看流行感冒嘛是共款啊，流行感冒你看有当时啊
哦，即阵较流行，有当时较无流行，但是毋是安尼就消失去。病毒的命哦，比咱较厉害。我讲，伊要活命，伊较厉害。即个世间哦，人拢死了，病毒还要伫的。因为伊吼无啥需要讲偌济物件通食啦，偌啥物爱有啥物环境，伊就会当生存啦。啊，伊会当比在有当时是比在人，有当时也比在动物的身躯顶头。啊，等即个疫情有当时你若有一个人互传染袂了，伊就真正一个人一直传。所以伊的传染性足紧的嘛，伊要一只要变做100只、1000只、100只，几10分钟、几点钟内面，伊就发生的代志啊。所以伊个讲吼，这全世界剩一只病毒吼，你要叫伊明仔载后日吼，佮变做比人较侪的数目足紧的。有影啦吼，其实咱要继续来请教副院长啦吼，就是咱安尼看讲吼，以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个角度来去看吼，中国吼，伫咧过去这1个月来，已经个人拢讲吼，可能第2波、第3波疫情伫咧中国佫摊开，但是伊即阵佫讲即个零确诊啊，咱嘛看到 WHO 伫咧即礼拜吼，总算要派专家入去到即中国，但是咱讲病毒2-3个月，可能即个有当时啊吼确诊了后，就无法度去追溯伊的即个来源啊吼，伊这调查敢有效？伊调查过落届嘛，正正嘛是有去一届做调查吼，但是嘛是爱看讲。中国这边到底是有诚意，甲伊的资料透明化，甲WHO 讲啦吼，我是感觉讲伊这个搁对头去找这个源头吼，因为即马大家研究拢做甲差不多，拢知影讲这个物件是安怎会当来去控制伊吼，即马疫苗嘛是针对这种来发展啦吼，即马就是讲看伊这个药啊，还是讲这个疫苗，当时会当出来吼，会当，这是较重要吼。伊即马去做这个调查，伫公共卫生的观念内底，也是讲倒来讲，咱也是用这种喙安洗手啊，空气互流通。社交的鼓励甲做好，吼，这是即马唯一咱会当做的物件吼。不管倒一个所在有即个疫情，吼，咱就该去处理。咱莫惊讲啊，这北京佫有病例啊是安怎？这到即个疫苗发明进程，拢会安尼，拢必须安尼，拢必须安尼。所以咱就正常去面对去甲看待这个代志，有病例咱就通去控制，照步来就对啦吼。有影啦，毋过咱嘛看到讲这个美国这个 WHO 秘书长吼谭德赛，伊即阵是讲吼早就甲你讲这个病毒真危险嘛吼，早就甲你警告过啊吼，是安怎？就是要下责任嘛吼，继续咱请教秘书。其实即个伊要派专家去中国去检查吼，去找病毒吼，其实迄拢是做戏的。做戏啦吼。你爱讲吼，因为伊这是爱5月的时阵和5、6月的时阵，迄阵WHO 有通过一个决议吼，就是讲149个国家吼，决定讲叫 WHO 来派人去中国。检查讲去找讲到底是安怎发生的吼，结果你看嘛，你如果若专家去的时阵，中国会做啥物代志？甲这专家带去倒位佚佗嘛，设施看看了后，做了就好诶，转去啥物拢无。所以因为中国的本身家己伊要创啥，伊要做啥，伊遐资料伊放伫倒，还是讲伊是都是个单位咧负责的，伊的 P4的、P4的武汉实验室，实验室内底状况是安怎？其实拢袂透明嘛，所以伫即个时阵阮感觉讲，伊讲两个专家去尔吼，差不多爱开15年的时间，才有法度研究出来咯。15年是病毒，你说肺炎是变做什么形个嘛？毋知哦。所以即摆就是讲，伊本身来讲问题就是出伫中国内底内部嘛，吼，伊内部到底伊吼 WHO 的资料是啥物种物件？伊啥物时阵通知 WHO 的吼？即个物件就是全世界上爱知影的代志。是有影啦吼，所以咱讲即回真正即个 Tedros 搁咧做戏啊吼，即个大戏，咱就看讲即礼拜吼，即个专家去安怎来搬，安怎来演吼。毋过咱慢慢回过来讲吼，即个下责任下遐严重，咱头嘛讲到，美国即阵要退出 WHO 啦吼，真正美国成立即个咱讲
新的这个卫生组织敢有可能，还是讲因为过去咱迄部吼5月时阵咱讨论 WHO、台湾会当参加无？啊，是毋是寄望伫咧美国退出了后，咱当成立吼这个美国来成立，咱会当做一个国际新的参与？其实毋是无可能啦，你看美国一年关乎 WHO 15%，对，几啊亿美金咧。是，这个钱若摕来成立一个新的组织，我相信有那是会使的代志，会当做的。只是讲头期你参加的国家一定是较袂遐济 ，OK， 慢慢就会较济啦。啊是讲，但是你安尼做，当然你要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当然你爱较费气嘛，你当然爱搁一段时间，较会当较完整嘛。啊，所以我当然这个川普伊总是甲选举有关的，伊要甲讲这。我美国是安怎遮严重，就是你中国安尼来，就是你 WHO 吼，无要好好控制，无甲即个有迄本来足严重的来，你甲讲个无啥物代志，互我遮变做遮严重嘛。做伙暗砍啦。对啦，做伙做暗砍，你倒空就对啦，伊倒空啦。啊，所以伊即个目的当然是安尼啊，当然你要成立一个新的组织需要时间啦。是。啊，但是我是感觉嘛，若讲这川普佫继续连任来讲，就是有可能啦。就是有可能哈。啊，若讲伊无连任，你想看民主党的若讲迄个拜登若讲起来选着总统，啊，这个代志就无去啊。伊就是头一工就要登去 WHO 对啊，伊就是 WHO 嘛。啊，当然若讲你 WHO 做伙，我想这关钱的代志吼，讲在 WHO 真正讲我讲过啊 ，WHO 欠这4、5万美金，你甲中国讨就好啊，你若讲。中国讲美国要退出来，啊，中国你会当保我，伊嘛一定保你的。啊，但目前的政治现象来讲，美国甲中国是徛伫对立面嘛，吼。你若讲安尼讲吼，我想中国马上就管出来。无要紧，你欠4、5万美金，我管。是。中国嘛介有钱，伊若要开钱嘛是有啦。但话伊的人民毋是讲遐好康啦，但是伊若讲要政治上的代志，伊真敢开啊。有影吼，所以这个国际这个趋势吼 ，Trump 的这个动作，还是讲会影响到因11月这个选举安怎影响啦？还是讲啊，真正这个 Trump 都无调啊，啊，这个 Joe Biden 哦，伊当然啊，可能。慢慢吼，第一工就即个登去，因为伊2021年7月6号才即个正式有效力啦吼，所以即个部分啦吼，咱嘛是会使继续来去观察。毋过咱头拄一直咧讲，就是讲全球疫情遐尔严重，即个热人的时阵，咱过去讲啊，可能即个较烧热的时阵，即个疫情放较缓，但是目前看起来是无嘛吼，所以咱讲吼，寄望伫咧预防车也好，也是讲真正吼有即个良药啦吼，解药啦吼，真正是即个救武汉肺炎。啊，咱来看讲即个上新的研究是啥物吼，先。有做一张图表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咱来看到这个Cornell 这个大学这个学术论文网站哦，伊讲吼伫咧早期咱看到确诊的这个人数啦吼，中位数是19.5公啦吼，或者是过去早期这个有看到这个死亡人数咧增加的时阵，中位数是29公啦吼，啊，这个研究嘛显示讲吼有咧用这个非药物的这个介入。防疫政策5、6礼拜了后，对当明显看到确诊也是死亡人数的这个减少。另外，咱看到一个 Cell 期刊吼，有写讲吼，上新突变的这个新冠肺炎这个病毒啦吼，就是讲G614啦吼 ，G614，咱讲研究发现这个部分吼，已经取代进前这个 D614这个病毒啦吼，啊，这个 G614这个传播力吼，是伊的这个3至9倍，会伫这个鼻孔啊，是讲咽喉顶面这个上呼吸道会真紧伫遐生团啦吼。另外，咱嘛要看到讲吼，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毒发卫生事件执行主任 Mike Ryan， 伊是安怎讲？伊讲武汉是研究2019年哦，这个冠状病毒这动物起源上好的这个起点。科学必须爱有对所有可能性保持这个开放这个态度啦吼。继续，咱嘛继续来请教副院长啦吼。安怎来看讲？哦，其实这个可能有一寡这个病毒吼已经有出现变异啦吼。啊这个变异是毋是代表讲未来咱伫咧秋冬也好，可能是另外一波吼大这个爆发的期间？是，这个大家拢有安尼讲啦吼，像寒天来的时阵，伊这个病毒佫会佫起来吼，伊会当生的这种会当饲大的这种能力会当佫较强。病毒这个物件嘛是咱即马足歹应付的，就是讲伊即马的这种突变吼足紧的 ，OK， 足紧的啊，所以这个预防针嘛是困难。伫咧这个部分要靠这个预防针来做全部的
病毒的预防，迄确实有困难。哦，但是嘛，唔免伤紧张啦吼，因为这个物这个病毒嘛，唔是讲遮戆啦吼。伊就是要甲所有人嚼死嚼了，嘛是无可能。吼，所以咱就是照起讲吼，知影讲这个代志，但是伊若真正要变安尼的时阵，咱就是提早甲预防，吼提早甲研究，是，咱嘛是有法度会当总有一天是会当甲这个病毒甲了解啦，吼，会当好甲预防。那即摆嘛是照拄仔讲的，无药也无预防针的时阵，咱就是用公共卫生的方法，来去做这种预防，这是我上好上有效的方法。这嘛是爱提醒这个国内这个民众吼，虽然咱台湾吼400外例吼，即阵剩4个人住院，但是即阵咱去真济这个店家来看吼，已经无挂喙炎的啦吼，无磅体温的啦吼，无正常的这个洗手的吼，搁一摆提醒这个观众朋友吼，一定爱做啦吼，无预防针、无解封的这个部分吼，这拢是。虽然咱过去是讲这个老调啊啦吼，但是咱嘛是爱继续来去维持。但是咱有看到讲，这个病毒的这个变异性，咱到这个期刊内底有写吼，这个差不多是3至9倍啦吼。但是这个3至9倍，咱面对着这个变异性，真正也是有这个解决的这个方式啦。其实这个变异吼，我讲实在，嘛唔是讲就拢歹代志啦。变异乱只就比如讲。一个病毒本来设置啊，又怎佮变一个较新的物件？当然若变啊伤新，人就唔捌伊啊。就是讲，你过去有抵抗力，变做即摆无抵抗力。咱上好的例就是讲流行感冒。流行感冒嘛是安尼啊。你看今年是安怎？你逐年拢咧做流行感冒的预防针。你流行感冒一直咧变嘛，伊咧变，头几若小可变者嘛无要紧啊。咱人还佫捌你，咱抵抗力佫捌你，所以你若200，我会佫甲伊杀死。但伊若变一个新的、足新的物件来讲，比如咱有讲新的流行感冒过来啊，迄阵人就拢无抵抗力，就拢会得。但是流行感冒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咱有药啊，有预防针通用。这个武汉肺炎就是无嘛。但是较聪明的这个病毒来讲，伊普通会含人和解啦。我讲安怎讲和解咧？伊若讲特别讲感染了，这个人就死吼。伊病毒嘛无所在人大，伊嘛是会死去啊。所以普通病毒在变化，伊会变到一个含人和解。讲好，我会甲伊传染，你人莫死，但是你替我佫传染一个新的人。因为人若死，就无法度佫传染一个新的人。但是你若无死，你就一直传染一个新的人，无得过这个病人。这个病毒嘛继续伊的后代就一直佫传落，一直佫传落。所以伊也活了好势，人也活了好势。所以一般来讲。伫这个人这个生物界来讲哦，应该是愈来大家拢会和解，生物讲中咧一个平衡的所在。你也莫甲我刣死，我也莫甲你刣死，大家吼和平共存啦。是。所以我想咱唔免讲遐悲观啦，就是。当然是即马就讲你本身有病人，你也较小心的，因为对你无时间通做疫苗，无时间通做预防针，你可能嘛无时间通等药啊出现啦嘛。但是你若讲是一个健康的人，其实你若得了，讲实在是，嘛毋是讲足歹的代志。你若得了，你若讲是一个轻症来讲哦，你以后你就较袂得啊。当然毋是讲永远袂得啦，有可能以后会个得。咱讲虽然讲死亡率讲什么7%、8%，其实这是较悬。我讲是较悬，因为咱无去验到遐一寡无症头的人。你若甲遐无症头得着无症头的人，甲合作去做算哦。可能死亡率无遐悬啦，因为足侪无症头的人，你袂晓验着，你就无算伫咧病历内面，所以你就变做讲，我看起来讲，咱得着的人就差不多拢偌济，100个人就死7个、8个、10个安尼，其实你无去算着遐得着无症头的人，你若甲遐得着对，你若按甲做伙算的，可能无遐悬啦。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真正免惊吓，伫咧这个暗算的这个期间吼，其实咱真有步数来去做这个防疫啦，嘛是头拄咱有讲到吼，指挥中心搁一摆提醒，咱嘛要搁提醒观众朋友吼，有做一张图表，咱带大家做伙来看吼，就是讲你有这个检验需求的人吼，你就会当去指定院所来去自费来检验啦吼，嘛会当取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检验证明文件吼，
另外就是要放较松嘞，放较松嘞，什么咧？就是居家徛家哦，伫咧隔离也是检疫的人吼，因为你的这个朋友啦，也是这个亲朋好友有这个身故，也是重病有社会紧急的这个需求，需要外出吼去这个奔丧啦吼，也是讲吼这个探视这个部分吼，拢有做一寡放较宽的这部分。第一个是啥物咧？第一个就是讲吼徛家检疫，也是讲隔离吼，第5天以后。无镜头，就咱来向这个地方的这个卫生单位来提出啦吼。第二个就是讲哦，经过审查也是符合资格吼，就当取得病院同意了后，会当去探病啦吼。另外嘛，由地方卫生单位安排到这个指定的医疗院所来自费来采检。另外就是讲第三啦，取得检验阴性报告3天之内啦吼，经过病院同意了后，这地方卫生单位安排外出吼，无论探病，还是讲吼你要去这个做丧的，还是办理丧事，这个部分吼，拢是逐工一届吼，大概这个2点钟为原则啦吼。另外第4点，咱看到讲外出嘛是吼，咱过去所讲的，还挂嘴炎嘛是要保持好社交距离吼，袂当坐大众运输工具，嘛爱确实落实着咱讲洗手。个人这个真好的这个卫生习惯吼，不过咱嘛讲到吼，这个看到这个指挥中心讲有自费会当做检疫的部分，真侪人佫有声音嘛啦吼。咱先佫请教这个咱的这个副院长啦吼，就是讲啥我都爱自费检疫，袂当亲像这个国外哦，即款的这个美政府的声音嘛有啦吼。过去咱看到伫咧高雄吼嘛，过去这个市长嘛讲吼，就是爱大家来做一寡普检亲像伫咧这个6月这个时阵哦，就是。这个伫台湾留学的这个日本学生，转去了后，这种声音佫出现。伊即马是安尼啦，是讲，若政府若有怀疑吼，你是有可能接触，还是讲有可能有着病吼，伊才会主动甲你检验嘛吼。这方面当然是政府伊会出钱啦吼。不过即马有一寡需要是讲，即马因为国外真侪。你要出国吼，你要去做生意，还是要去即个国外？因即马拢是要求讲，你即马要入来阮这边吼，你都要检验。哦，你爱出示讲，哦，你检验了是无问题。是。所以即马有这个需要，所以即马就政府会当开放讲，你若要出国，有这个需要，你自费去做这个物件。这当然是你因为你家己有这个需要，爱出国，爱去。爱有一个证明，还是公司爱互你有一个证明，你就可以去验这个物件吼。伊即摆就开放，互你去自费去验啦。吼，我是讲，这个物件确实是无应该讲政府爱出这个钱啦。OK， 所以咱嘛看到吼，这个声音吼，真正是无必要啦吼。不过咱嘛看到讲伫咧疫情也咧兴的时阵，台湾会当当甲遮尔好，但是吼，伫咧咱这个国际上吼，有当时咱讲第一波、第二波咧解封的时阵，有当时拢甲台湾囥伫咧外口吼。继续咱上尾来请教咱的这个秘书长吼，就是讲拄着这个全球疫情也咧这个兴的时阵，台湾当控制也好势，但是有当时拄着这个其他的国家对台湾根本嘛无该囥伫咧眼内啦吼。这款这个部分，咱要去应对咧。其实实力是上重要。咱台湾是安怎有法度即马伫全世界内底徛基吼，就是主要的问题就是家己的物件用得好吼。这是上重要的代志哦。自然就有人来找咱啦吼。定定讲，因为我以前拢咧谈判迄个渔业协定吼，所以比如说讲，咱是安怎渔业大家联合国就邀请台湾去参加这渔业组织，就是因为。台湾想要掠鱼啊，所以破坏大自然的环境啊，所以我就是讲实力是上重要的。但是台湾甲美国是无共款的，因为美国有法度退出 WHO 吼，但是台湾实际上嘛是爱去争取加入 WHO 啦，吼，这是因为伊本来就是联合国下骹的一个系统的一个组织啦，吼。本身来讲，美国唔知伊讲真还是讲假的嘛，吼，即摆也佫无确定嘛，甲伊选举了后，才好都确定讲到底美国是算真的还是算假的嘛，吼，才来决定讲啥。但是台湾的目标甲方向是确定的，吼，是爱参加这国际平台，吼。过来就是讲，因为足侪国家会当交换资料，还是交换资讯。咱上重要就是讲，咱边仔的隔壁的邻居，即摆较大的邻居，伊到底是咧创啥？伊到底内部伊医疗的状况是安怎吼？伊肺炎的状况是安怎？咱也唔知嘛吼。所以，比如讲，伊爱透过这种方法你去处理，达到有当时爱等伊啦。
因为大国有当时啊吼，伊爱转身的时阵，拢爱一寡时间啦吼，有当时啊爱互伊一寡时间。但是上重要就是讲吼，台湾家己本身来吼先用好才有到照顾别人，才有到帮助别人。是。我想讲这是上重要的代志。有影，这个台湾家己顾好势啦吼，虽然咱可能受到吼这个歹厝边的影响，过去吼这欧洲国家拢有所谓这个一中这个原则啦吼，互咱限制伫这个部分吼，但是咱讲防疫做了好势，真正都会吼，其实个国外会当看起啦吼。最后咱请这个医师吼，佮甲咱收尾一下吼，台湾防疫表现即款世界看会到，但是伫咧全球也咧传的时阵，咱吼家己做好准备啦吼。无毋对啦，咱即摆台湾是本土内面是无啥问题。是。一个问题就是讲咱的迄个航空公司，飞机日排在要入境，还是讲船要入境，咱迄应该爱这边爱防好势，因为台湾是一个海岛嘛，咱海岛要防较好防，毋是就讲今日一寡陆地有边仔足侪国家拢会传染入来嘛，所以台湾有一个好处啦。咱台湾目前好，但是毋是讲安就好啊。我讲实在，即个病毒无安尼的消息，足侪人，你咧讲台湾可能钓着来，佫算足少的。万一若讲一个秋冬天，佫一个流行过来吼，咱台湾爱佫谨慎，佫谨慎去预防即个病。有影吼，今日感谢三位来宾做伙讨论，感谢，多谢。谢谢。